像我如果要用标题，我会是书法就这样了嘛？再讲白点，书法已经变植物人了嘛？书法界的孙悟空在哪里？让这个书法不只是书法，你看书法真的有音乐性，有舞蹈性，有建筑性，有绘画性，所以这个书法就变成更大、更宽广。很多人不知道它里面的真正内涵，所以看清了它，看清了它，可以变成一个轻松的、愉快的打太极拳啊，或者是简单的跳舞啊。所以书法如果连贯了这么多这个姐妹艺术的话，书法变成了很宽广的艺术。万人如海，一生长。这个苏东坡的一句话。像按太吼，最困难的是嘛个？就会胆量啊，去思考也着就唔那当中要，给运作之后啊，自然就有这样的呼吸的空间，有一种会在那边像龙一样秋游，这完全是一种生命，一种叫做魂魄。平常这样的写书法、画国画，都一种精神工作者哦。啊，你无法不讲，伊都做来做去啊样的哦。我们的精神要集中，才有爆发力，就要蓄积能量，放手一搏。你朗一朗年，李天阳帮家片名题诗，喜运金编拿韩国有名。因为门甲的关系，班长从部落格搜寻到老师啊。我那时候写就是打部落格进去，我有点感觉上，我这样子打会不会很冒昧？不会啊，很好啊。帅哥吴宗旭，叫吴宗旭啊。你之前是班长，对。哦，他班长。他是5年级还是3年级？5年乙班，我们5年乙班啊，叫5年乙班。我们是老师第一届的学生，在那边上班。哦，对，还有这样吗？有。那时候我带我们没有变，没有变。没有变啊。我们跟老师就差10岁而已，所以他刚毕业的时候，
大概21、22岁。21岁左右了。晚上就是晚说上啊晚上的时候我们只来教室这边，然后老师都教我们，然后写一写，然后我就说那个有座桥，老师都会送我们几个过去哈，到桥那边，然后老师就边跑边唱歌跑回来，就这条。老师真挂线心嘛。然后你大概很啊。那时候老师是严肃的老师吗？不是，他还不是很严肃，反而现在比较严肃。好漂亮哦，讲哦，多少那个有没有？植物动物在这边生长。37年前哦，从那个尘土飞扬啊，那个宿舍后面有个宿舍，破碎的办公室。外面申请到那个，我跟校长讲说我要到那个分班去了，因为我看看那个很多要为助学要来有没有，我们都忙于应付他们那个东西。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趣味，我单独去深远一点的地方爬一辆这山啊，很辛苦，要挑一个礼拜的菜啊饭去。我本来想说到那边天高皇帝远哦，是比较自在啦，没有想到要很多声音的哦，跟安全啊，或者是大小的事情会发生啊，所以没有想到那个挂历更多，所以反正要跟他们共存亡的呢。这马东西全部都要那边，cái làng hén mới đeo hén xây dựng，因为朗天哦，朗黑哦，一星期洗一次，太好了吧？那个晚上听到那个猫头鹰啊，或者什么鸟叫啊，那声音很凄凉哎，因为很激进啊，所以我晚上啊都把那个门窗啊都用报纸蒙起来，不要看到外面，这样会怕。里面就把音乐放得越大声，而且这要训练的哦，这样感觉都不简单，买出了维他命 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 哦，全买好了，然后讲吧营养不够有没有？出师未捷身先死有没有？该死哦！生在这边，心在大台北，所以这是跳板，这是一个垫脚石。那时候就想说，怎么调到更大的学校去？有没有？一展那个长才的，对吧？没有想一调，就调到世界最大的一个学校去。所以我们的年轻人啊，充满了热血，比较没有沉淀。说到这边来，好好的静养啊、休息啊，这样子。如果我现在的回来的话，我真的很愿意，一个小王子就可以。我考上师专的时候，是我有我的班导师啊，有时候我就会跟同班同学去请教他，我说我们班级啊，很多人逃走了。有的人自杀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我是要学他们，这样子。他不用了，先来了安置嘛。他说你有什么兴趣？我以为对书啊有天赋，因为我描摹的比别人形象啊比较准，这样子。一写也有，写了1年半载，学校有比赛啊，也有第1名呢。哇，那种感觉很好。后来校外的很多比赛啊，我都也都第1名。是我一个书法社的一个老师，从台北请来的一个书法界老师，叫雷志华先生。他跟我讲说，我们昨天呢送这个日本访问团，他要上飞机的时候讲了一句话。他说：“再过几年呢，你们台湾人想要学书法的，都要到日本来学咯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说这个字帖啊、毛笔啊、用具啊，
都很糟糕哎，这样子。后来我一想，我不必到日本学，我一定是自己也可以自力更生或者怎么样子。你有热血了，就是感觉到说，我不去做，谁去做呢？主要用的观念了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就一下就觉得这条路非走不可，而且非我走不可这样子，因为这个难度很高啊，很寂寞的一条路。齐云金同7个有穷用兴趣的人，1976年5月的成立白麦潮会，伊能但是是太后生，也算人开始教书的欣赏。齐云金也能相信，写水笔诗是中华文化，由自家来研究发展，带动书法创作，且对唔会输给日本人。沈阳秉持承约传统，探索乡土书法的态度，在书法面临本西方乡土艺术边缘化的困境中，多多的请出反映书法的乡土风貌。替的作品呢，就写一个干字，干我是觉得这个台湾的一种言暴力，就在这个干字，整幅画都漆成黑色的。然后刷金的这个干字，我把它干了颠倒，把它这样子错乱这样子。齐云金次论新冠病卡开单位同社会互通，将时代的变化写入自家的书法地图。台湾干文化作品用文字的双关语出发，有特色同颜料方还会太的功夫。除了表达台湾老祖公过无水沟的苦干实干，同时也对应90年代干声连连的台湾武警社会现象。所以有点批判，就是说这个经济的狂飙，然后黑金政治挂钩在一起，有没有？然后刀光剑影的这样厮杀呀。当时我在这个国立美术馆呢展览的时候，听说他们很反对这一张作品。我说这个我们好好干呐，台湾就是干，那大陆叫搞，好好搞。这个干怎么不好呢？这个要好好干的一个精神。我这样一讲，他们都答应了。那这个很明显的是，这个跟以前的不太一样。这就是说我已经把原来的书法的那个传统书法彻底的叫做解放了，就是这样。我不用毛笔写呢，我用刷子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是拿毛笔来写，也叫书法吗？应该是什么都可以。如果只有依照那个什么毛笔来写才是书法，那是不对的。我看那个功夫啊，有一些好手有没有？要回去拿刀子来杀人呢，那已经太慢了。他就是筷子有没有？当做剑就把它射过去了，或者一个盘子有没有？一丢把那个人头都砍断了。应该是当下就是。我就说我自己把以前的头脑暂时有没有要否定掉，用另外一个扁平的有没有这样子做？但是我这个一个刷子，我用很像菜刀一样，四面八方都用，有的尖的有没有？有的粗的壮的有没有？这就我们有活用毛笔的能力。所以你有传统的功夫，就是你会驾驭这个毛笔，这个刷子我也驾驭这个刷子，是这样子。那写起来的那个感觉是不会一样的。38岁今年，在家的唱风佛的支持下，齐云金并系教书，结听全新老生态书法创作。不过，伊并无因为安尼不顾家庭，书法艺术同做出艺术同时进行，享受生命当中真珍贵的两项事情。妈
爸他是全家最早起床的人，他就要帮忙全家人准备早餐啊。然后准备早餐之后，就要骑脚踏车带我跟浩登去上学。然后上完学之后，他看我们上学之后，他回来家里没有人了，就才是他自己创作写书法的时间。然后完了之后，我跟浩登下课了，爸爸又载着骑脚踏车，一个坐前面，一个坐后面，带我们到河体去抓小鱼啊，然后小虾、鳌虾啊，然后带我们去公园玩啊。然后就是买点心给我们吃，然后我跟浩登就看电视啊，看卡通，然后到晚餐时间，爸爸又煮饭，然后煮很丰盛的大餐给我们吃，这样子，我都会跟别人讲说，我们家是那个爸爸妈妈是颠倒，但是我自己好像还觉得蛮骄傲的这样子。他每天一定会写书法，然后沉浸在自己的快乐里面。譬如说，他本来在教书，后来为什么辞光光？为的是走上自己兴趣的、自己的志业这一条路。那不管是有没有机会为国家发挥，总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学艺术的哈，我真的读了很多美术史，美术史上能够留下来的没几个。然后呢，我们认识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要一辈子帮助他，就是这样子。其实我觉得太太力量的鼓励也是蛮重要的。我们就是说，只有自己的太太知道自己先生的分量在哪里，只有信任他，让他自由去发挥。真的，我也是只有这样。如果他一辈子没有成名，也是这样子过啊。几乎从有记忆来，几乎看到爸爸每天都一定会写字画画就对了，没有一天有中断过。我最喜欢其实就是在爸爸旁边当书童啊，我就坐在那边，然后看爸爸要倒墨汁啊，或者是要拿纸啊，要调颜色啊，然后就看爸爸那边创作，然后一直问问题啊。然后我也会问他说，字已经写得很好啊，画得很棒，为什么每天还要练？然后爸爸就说那是基本功，他说你基本功很稳，你就是才能够发功，因为创作的时候就是发功。这写这个赤壁赋。听说你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写。哦，每天都写一遍，总共写了几千遍了。所以我写了10年了，每天不一样，等于这10年的那个我都已经记录下来了。所以写字的时候是最私密的东西，他可以把当时的情感注入在里头，所以跟这个书法谈恋爱，所以我说，这个书法做爱就是这个意思，他真的智商在做爱，因为做爱的过程都在这里，你也没法讲，你是高潮迭起都在这里，对，所以写起来不会腻，每天写它。就好像游一次泳，差不多游了1000多公尺这样的感觉啊，人生觉得很舒服、好自在这样子。因为他已经20-30年都是这样过了，所以近2年因为写了门甲而被人家重视起来。我觉得这个也是当平常心来处理，我们都是这样处理，我觉得才是最好，因为这个因缘是可以缘起也可以缘灭的，这个是这样的。
比较小一点啊，就笔不一样，所以笔不一样，心情不一样，结果都不会一样，平常我们写欧阳询的吧，柳公权的吧。他写的很秀气，很秀气，千年神木，好像一根葱一样，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，我们少了感觉。那如果我随意写。对，至少不会很柔软的一个东西，它会有不同的感受。神木。齐云金行市过点床花唔多，当然睇咩潮飞按到盘嘅影响下，以当时变态嘅艺术也进步嘅，还讲做同主流冇相同嘅事情。睇干调也就讲得写唔得的了手法过后，伊嘅措书为安抚也挑战近期嘅期限。齐云金1996年开始画毛竹上面石墨叶，用写太师嘅方法来画图，用毛竹上面石墨嘅线条写太师，有毛强用嘅意见。3分钟就画完了。那时候都在那边抗争啊，慰安妇的事情。后来我又赶了发，把我这个练习10几年的这个欧丽素描结合了书法。我是查字典，到底这个草书怎么写？我一看啊。怎么现3个裸女啊，3个面相？因为我已经有这个基础了，结果结合起来也觉得很好。我的外表啊，属于乖乖牌的，我遵照这个学校的规定啊，我遵一切的一个校规啊，什么东西，外表是这样子，可是内在的是一种狂野的、不驯的，不被驯服的这样子，有这样有两极的，所以我外表都一直很文雅，但是所以我比较闷骚，里面是一种狂放不羁的，所以我平常的外表看起来有点。和内在啊，常常不搭调，别人因为我是这样子，很文静的啊，很文雅的，事实上我在写字的时候是一种极度的狂野，我想把生命炸出来，激发出来，这样子。哦，呀，头会按斗啊，头会演超过，头会按斗。对呀，这是。所以你很多头会演。头会哈，很严重哎。以后你讲，因为我是老幺了，我6兄弟啊，最小，从小就跟妈妈在一起啊，尤其小时候有没有
那厕所离住家是一段距离的。3更半夜要去哦，那个要过很多关卡，所以从小就有点怕，而且加上那个叔叔伯伯啊，都会讲说那个有鬼，那个有什么东西的，我一辈子都在怕中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天天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我说的。烧哪的上来？杨梅就厉害了，杨梅。就冇啦。懂乖有乖嘛？有，乖，乖。懂會叫我，唔會。咩？啲安太嘢唔會叫人家人生人咁叫啦，佢啊，係土啊。你話上台俾佢啊，兩啥？你兩字咪做叫佢我做啦，我聽係啦，唔會聽阿妹阿爸啦。好。要來爭要，冇來那要。還有，爸爸，你說還有兩張那個白色菜花。采法。菜花。这个叫点采法。等一下，我還沒有拿到。采法。它是。是的嘛？什麼的？是滿的。那老皮。佢雜嘅嚟啦。那老皮呢？老皮。你咩？阿先咯。啊？呀黑了。快些。呀黑嘛？阿先咯。啊？它怎麼都那麼小？還沒有開啊？還沒有長好。那。一手轉來。係啊。那你頭髮一太陽sống啊？爸爸他當我時候差唔多19歲，19歲時讀太空1年生，讀動好高，有動到的想法就會講，我要成為全台灣最年輕的那個畫廊老闆，對，然後可是爸爸就突然生病了，就很多的夢想就破碎，真的就是除了是。因為前一天大家都好好的，還去吃海產什麼，然後隔天怎麼突然看爸爸在醫院裡面，就整個人是不會動的，然後在加護病房。那但是那個部分，我覺得就是突然間把大家全家人的向心力都在那個時期，就是通通凝結起來。其實那個時候醫生也宣布說，他的右半邊，他的右手是已經不可能再用了。但是信念裡面，其實我們是沒有放棄的。然後有一次也是去醫院探望爸爸的時候，就帶了毛筆，然後墨汁去給他，然後他自己就寫起來了。然後真的還一直寫，其實是爸爸他自己，他沒放棄他自己。作為一個禪者、一個修行人來講的話，這種生老病死啊、苦空無常，本來就是平日關照的題目啊。那麼，所以不會有那麼大的覺得不可思議，好像不能這樣。只是當時覺得很遺憾，因為正當壯年。不過就看了他之後，倒是非常感動的。是他當時右手不能動的時候啊，他就已經鋪着報紙在病房裡用左手開始練習寫字。所以從這一點角度來看，可以說是說，這一個書法跟他的生命是完全合一的啦。大概的離開了書法，他可能有很多東西真的是沒有辦法安頓的。昨天我也去那个北投公园玩，哇，看见那个古墓哦，好有意思哦，真的叫人赞叹。树啊，有房子啊，有石头啊，有水啊，这样子，他一般人啊，比较容易看得进去。那书法好像就个线条，一个墨而已，没有，他真的很难看得深入。
但是联合起来、结合起来，它有很大的一个空间。写书法日记是我这几年呢、当做附件呢，当做一种一个学习的。这个秀姑峦溪这个活水溯源，我去漳州有没有？一种配音啊，这天春日我也是在帮他写的。这走一个芝山岩呢、这看一个人在钓鱼，后来用漂流木做的。有看到上面我有车子在那边钓，有没有？钓车。拨片过后重生，齐云锦用韩国吃菜的态度面对生命中永久的情谊。提过多嘅公演，以因鼓励大家欢喜轻松嘅写态诗。基本功當然重要，不過韓國重要嘅係愛多元化嘅去接觸無共用嘅形體。寫楷書，咪寫行書，咪寫草書，喺相互比對修正當中，寫態詩係喺這個生命當中應帶來快樂嘅事情。我以前中风了，中5年多，我最近在开口讲话，我吃了一个超凉的口香糖，在中午12点多的时候，最热的时候，就这样，一冷一凉就在一起，所以就秀逗这样子。我下的功夫很深很深，花了42年，我们都紧张啊。什么时候才能够有机缘写到放手一搏呢？我是不是传统的写到炉火纯青的时候才来写现代？这样看呢、我在台湾还没有看到一个人炉火纯青。如果在这样的检验标准里头，没有人可以写现代，还没有资格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有的老师很严谨，说你们不准写草书，你们重写楷书，写3000遍再讲，写3000遍你就翘起啊。后来那个老师也翘起了，还没有写到草书。我写了42年，平常不必写这么多年的，可是我们不懂。我们想说，只要我们这样拼命走，总有一天会炉火纯青这样子。我差一点挂了，因为以前都太用功，太用功是不好的，不要太用功，要直接。以前我们是要不咬牙切齿啊，这样子去有点故作这个蛮力壮，这是不好的，伤身。所以要怎么样？很从容的，很慢条斯理的，很有韵味的，很有品质的写，哇，这是一个养生啊！就是因为在这个写的当中你就给你很大的回馈了，哇，那个在创作的时候，你就天上天下唯你独尊了，是真的，那种快乐无以伦比啊！所以那个你活得觉得非常的有尊严，非常的值得，这样子，本来的书法最好的、最高的境界就在这里，不是为了什么，就是为了跟自己合为一。齐云锦写态诗已经对创作拼命来写，都更加嘅身心变轻松嘅。书写唔係像係寫過去嘅傳統，係寫當分鏡嘅感受，同應對情境。伊感覺言論擺太反叛嘅，慢慢嘅係希望做得寫天真自然，保留嫩從細人嘅高嘅心，將寫態詩轉創作性遊戲，享受寫態詩嘅創作性喜悅。
这就是改变色彩的改变，然后材质的改变。比如说这个是油画布，它的颜料就是亚克力。因为我以前很怕色彩，因为我们写字搞了一辈子啊，都是黑色的，有没有？哎，当我接触这么多颜色的时候，我自己很不好意思，因为好像入花丛里面这么多美妙的花朵，有没有？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。那个就是写安慰为一个主体，这样子，就让它怎么缭绕，到最后都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，安定的状态，这样子。这个书法是最难，就难在一个安定、平衡。所以我一挥的时候，好像一个女孩子或者人啊，在那边跳舞，彩带舞一样。因为那个房子小，所以经常换一下。看久了，他也会想要看一些新鲜的啊。这是我的厨房。这本来是厨房啊，后来有个堪舆先生说，这是你的黄金地带，最好的地方呢。哦，怎么可以？有没有？放那个瓦斯在这边啊，当主人啊，这样子。他说值得给他移动一下，然后这边就可以当我的画室。那个时候我常常在美术馆，有时候加班啊什么，所以小孩子4点多就放学啊，有时候要吃什么，厨房在这里，他那个时候他常常就当家庭主妇啊，就煮起来，他那个时候蛮会煮的。我因为有时候吃饭啊，做菜啊都在厨房。我也为了节省时间啊，或怎么样，也喜欢在这边画画呢。对，所以煮完就在那边，对啊，就在那边练字啊，什么就是一体的。厨房跟书法是一体的，厨艺跟书艺是一体的。现在变成他的小画廊啦。这空间是我多功能，有点我设计的，因为我也有怀念啊。纪念了我爸爸，我爸爸是一个水泥师傅，他常常跟人家做那个灶还有一些房子啊，这是灶砖啊，我把它请人家切割，然后怎么样去贴它，等于怀念我父亲了，把它当做生活就没有错了，不要把它当做什么不懂。我只有会写书法，我以前刚刚开始我写书法的时候是这样的心态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我们生活中很多可以得到滋养的东西，给它我们把它错过了，这很可惜哦。这种安尼擘开做好啦，唔好讲字用好易用，易用安会做唔得，会唔拉啦。我先吃看好冇？好，来哦。好的。无果了，无当过的平原所在，迄面代表落去东部爱老西部一样的均分发展。东部爱老西部同样均分发展。意思迄没讲，爱去青岛的地方，向河川溯去青岛的土地，爱建造高档的烟鸭老的，建造高档的野鸭的、老黄的、老水母鹅族，全部流入河坝肚。
流水如何做？流水木何做？全部排真合理，全部排你河巴度。悠悠嘅流水行到，然後又講，然後真係過後，過後去到遠遠嚇，看見河把水點點嘅流過去。看見河把水。啲 PM 嘅時節，馬上發現有兩隻動態鐵點，鐵就講咁接受時代挑戰嚇。慢慢佢講，你要咁耐咧 PM 嚇，佢講。用平到天花板來種吃困難哈，由於新的東西買到當好去去吃困難啦哈，呢個精神當重要啦。因為人對創作嘅人來講，我要咁接受挑戰嘅人，佢則有辦法做出很好嘅東西，我要見新的東西出來啊哈。天就係講，佢咁負責多大哈，批了已經有50萬分鐘啊，咁樣批沒時間。我當到時間嚟批，唔係講1點鐘咧，還是1點鐘再批剔。有啲就批到係唔甘啦。不過徐元清先生佢唔驚，因為講變到佢咧關係過後講法較慢，唔過嚟愛佢做得，繼續克服下去，攞佢佢下錄起來，所以當冇簡單嘅事情。意思係咪講，去青島嘅地方？2001年，為觀光局設計嘅台灣觀光跑道，用泰式新嘅線條當中，包括蔥油野柳五黃頭，19聽落嘅朋友，也有檳榔西施高價嘅意象，阿婆南順嘅台灣風土民情，是為行銷台灣清楚鮮明嘅文化圖樣。廿多年來，齊雲錦同天陽建築廣告設計界跨兩位合作，書法藝術創作有韓國大嘅突破。安永嘅活動對書法有幫助嗎？有一點。讓這個古典的東西也能夠變成新潮的一個焦點，這樣子。所以你覺得有時候去當一個幫襯也沒有關係？那個要平常心，要當做這個是國家需要我們，或者是可以幫助他們變成一個焦點，或變成 logo， 所以讓這個書法的力量能夠展現出來，很好。我們把台灣當作我們是大家的，以前我總覺得這個不好，但我覺得現在展開了，發現這個都是一份子嘛，一體的，沒有分別這麼多，但重點就是說，不要把它這個當作有沒有主體在搞，家裡不寫字，一天到晚有沒有來做一些活動，這樣就本末倒置。對媒體自家好書寫嘅創作手法，都參加過多公關宣傳活動。齊雲錦莫過以點創改強堅持嘅決心，可能難免也有啲位想為公眾有助嘅想法。不過韓國想為將自家喺書法當中得到嘅理解同心得同大家分享。我常講說，這個學書法很像這個追山豬一樣，王羲之山豬跑啊跑啊。我們就猛追，然後追就是追到了，考成乾了還是不行，為什麼？回家路已經搞迷糊了，要怎麼樣？認識這條路回到家，那叫做真正的獵人，不然就叫詩人。
然后来到这边，感觉树这么美啊，湖这么美啊，哇，人生真的太美好了。不要搞得这样急急忙忙，我搞破坏啊！自然是最美妙的。说是苏格拉底还是谁忘记了？有一个凯撒大帝说：“我们要给你老年年金啊，什么东西？”他说：“你把我阳光挡住了。”我希望是阳光，有没有？像冬天这么阳光最美妙的东西，你不要谈那个有脑的事情。我希望是阳光。家在哪里？找一个最安宁、最放松、最亲近的地方，有没有？什么时候才能够找到呢？其实，心啊放下，家就在那边。看到的就是我的，一经我眼啊，就即为我有，我就看到就当下就享受了。